咱做伙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要用阮的心、用阮的灵来敬拜你。阮受你的拣选，伫今仔日的礼拜做主你的采用，无论是用诗歌来学到你，无论是攻读上帝你圣经的词汇，愿你的圣心点伫阮的中间。互阮手所做的工，会当亲像手捧福音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阮将阮的小会员交伫你的手中，求天父上帝通过阮今仔日的侍奉，互阮手所捧的杯，就是圣餐的杯，会通诚侪福音的杯、活命的杯。见那领受的人，愿主耶稣你亲自来祝福伊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，你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你互每一个亲近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因的心、因的心、因的欲望意念，拢得到饱足。愿主你的圣神甲阮撒甲伫地，你圣别阮，诚侪你的囝儿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感谢主的保守，佮互咱安然经过一礼拜。咱伫圣主日，佮做伙组织伫遮敬拜上帝。此时邀请咱大家三甲额头来祈祷。稳定的主听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阿罗你，阮恭敬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用心灵、用诚实来敬拜你。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掌管所有的一切。主啊，阮的生命、阮的喘气、阮的一切拢在伫你。主啊，阮的心要学到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主，你为着听世间人，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牺牲、受苦，搁赔命。主，你的死救赎阮的性命。主啊，阮要用阮的心来学到你，阮一生要敬拜你，阮一生要尊重你，阮一生要尊重你的圣名到伫永远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也这只是请咱三甲用圣诗67首来学到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愿荣光归伫上帝。
咱三甲开声来吟，我心俄勒上帝。我心俄勒上帝，自然应我的病，天地万物三甲音声，俄勒伊大尊名，手抱残横水泉。强冲大海关山，明明伊大权能应光，天来公义照真。心俄勒上帝，世间情人的病，空中陪照因是出声，俄勒伊大尊名，溪水草木青翠。花过一溪水，日光照来，凉风吹来，空气大人行。我心俄勒上帝，天的本对。水望太大，暂时相迎，公义稳当得胜。成功临到地酒，那准的天之佑，你的到尾下做。归的上帝，成功临到地酒，那准的天之佑，天的到尾下做一家，阳光归的上帝。归的上帝，应该归的上帝。这山咱来吟，一世人跟对你。一世人跟对你，求主教示阮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互阮的一生无空空，有主的慈爱充满咱，互咱的一生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福气。主啊，愿要一世人跟对你，所算家己的日子。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因为
千年，亲像过十年，搁亲像困一醒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。紧紧过去，无留啥物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慈爱充满我，予阮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愿的心献上予你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因无你，甲你徛起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。紧紧过去，无留啥物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眼光显明。假使阮算少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到智慧的心，因为伫你看千年，亲像过十年，搁亲像困一醒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。紧紧过去，无留啥物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慈爱充满我，予阮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愿的心献上予你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因无你，甲你徛起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。紧紧过去，无留啥物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眼光显明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眼光显明。也接续，请咱三甲用祈祷的心来呼求圣神充满咱。咱做伙来唱《圣神，请你来》。亲爱兄弟，请咱拍开咱的心，邀请圣神充满咱的心，求圣神为咱做清气的心，互咱有换心正直的心，互咱搁较真捌主，甲主搁较亲近。搁较荣耀主的名，请咱三甲来吟圣神，请你来。圣神，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，我望来亲近你，搁较认捌你，圣神，请你来，
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你名声音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我求主。亲爱圣神，请你来充满阮，充满阮的心。神，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。我很忙来亲近你，搁较认捌你。诚心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你名声音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我求主，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！请咱安静心，接续礼拜。
耶和华圣的百姓啊，恁拢着听伊。耶和华保守诚实的人，动动报应惊骄傲的人。既然仰望耶和华的人，恁着壮胆，恁的心着坚固。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73，但愿感谢上帝。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伯纳岛临难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
活人甲死人，我信信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时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18篇，诗篇90篇。主啊，你第四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地甲世界你还未造成，你互人归途，因为在你看1000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。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，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，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。会发生来惊吓，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将阮温捌的歹摆伫你面的光明中。阮的日子拢经过在你的大受气，阮的日岁过了，亲像土一个开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永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因经过，阮就过去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耶和华啊，要到当时啊，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劳碌来回心，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。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人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。互阮欢喜，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，你的阳光对因的子孙显明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。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咱即时搁做伙来念圣诗。圣诗336篇，天父在我一生光阴，请咱坐伫念全首。
咱做伙三角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伫主日的开始，我们要大声来学乐你。你是生命的主宰，你赏赐阮有新的生命，有你同在的生命就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满足。阮要尊你做大，来到你的面前学乐你。亲爱的主，即礼拜进入感恩的11月，阮也要来算小日子，也要来算小你的恩典。虽然环境并无全然顺利，但是当我算小你的恩典的时，就要看见主你的同在。阮要献上感恩，感谢上帝阮赏赐予阮的一切，予阮无得欠缺。人民人的主，当世界已经受到战争、大地震、淹水、意外等等的影响，渐渐失去平安的时，求主提醒阮每一日爱为着世界来祈祷。全世界拢咧渴望追求真理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会当成做世上的光，甲真正的平安，超越国家、种族、文化、语言、教派。求你帮助阮起来传福音甲宣教，带领万民拢来认捌耶稣基督。充满智慧的主，求你继续引带阮的教会，互接续每一项事工也是活动，拢合伫你的心意，用祈祷的心甲主同工，完成你对阮教会伫2023年的心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赞美，请圣歌队。
咱即是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，咱做伙来看诗篇39篇第4到第7节。耶和华啊，求你，互我知本心的结局，甲我年岁的少爷偌济，互我知软弱到怎样。你互我的日子亲像一巴掌，我一生的年岁伫你的面前亲像无。逐人徛在的时，真正拢是空空。世间人行做，实在亲像影，因无用试试，真正无彩工。伊所积聚的，毋知将来一随得去。主啊，我当听候什么？我的仰望在伫你。搁来看一位圣经，伫新约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0节。因为咱着磨出力，是为着即个，因为咱的仰望在伫真活的上帝，伊是正人的救主，因这信的人，搁较是讲到人的一生都在乎神，请郑牧师。亲爱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要领受上帝话甲圣神的帮助进前，咱同心用祈祷来到咱主的面前。活命的主，阮来到你面施恩宝座前，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恭敬来求求你的圣名。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点伫阮的中间。活命的主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的永远伫地。人是甚物？你竟然疼惜看顾阮。阮伫你的面前恭敬自责的时，我要恳求上帝你，亲像老爸，将你的心意讲互阮听，互阮知阮人生的大事，互阮知人生的小事，互阮知你伫阮一生中间你的计划甲安排。使阮伫你的面前恭敬将阮生命的杯放伫你的面前。今仔日是圣礼典圣餐的时，阮接受主耶稣的杯，阮由愿将阮心中的空杯来往你摆列，愿主你填满阮，互阮一生着活无用试试，空空着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有圣神所带来的真光，互阮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阮同齐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昨个早经，咱的题目咧讲起人生观，用咱一般咧教册咧教人人生观哲学性的讲法，叫做存在主义。人的我其实是一种的人生观。自古以来，人无论有人教无人教，人有迄个我的本能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重新来看咱一生的日子。因为圣经讲，人是70，人生是70岁，永壮通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到底是甚物？所听的姊妹，咱莫听候到80岁，佮来想讲，伫我一生中间我所做，我敢有心满意足？伊讲人一生所做、所夸口的，到底是甚物？伫这个所在，这个夸口这个字，意思就是心来肯定，你知影。实实在在有价值的事，其中所夸口的意思就是讲，我肯定我一生的日子70岁、80岁，我无做白工，我无做白工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活命的智慧，亲像天顶的光，照伫咱的中间。耶稣的功课写伫圣经的福音书内底，伊讲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活得好吗？愿今仔这个礼拜对咱来讲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亲像伫拄则祈祷，我有邀请兄弟姊妹，等一咱来要受圣餐的时阵，你若捧起这个圣餐的杯，你常时嘛用你的祈祷甲主讲，主我捧你的杯，但是我嘛将我的杯来往你摆列。也这如果你若感觉你即摆生活足辛苦，你甲主讲，主啊，我将这个苦杯交伫你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到这个阶段，你的人生所做，
好亲像是无用气气，空空着我，无采工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一生着我无采工，但是我要将我的生命的杯，搁一摆摆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填满我。昨个早间，咱的主题已经1年，迄个题目叫做“若是耶稣伫咱中间来带早经班，啊，伊会对咱讲啥？”我毋知1年中间有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参加即个早经班？你敢捌想过一个问题？如果耶稣来到我的人生，伊会甲我讲什么种的生命的智慧？莫讲耶稣甲咱责备，耶稣甲咱教示。咱信耶稣的人，咱最大的动机，敢毋是会当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一句话，会当改变我的人生观。恁来教会做礼拜，其实咱逐个人拢有咱家己的人生观，你同意吗？但是咱伫教会出去遮尔久，恁无拄拄用阮牧师改变恁的人生观。牧师算啥？我从来都毋敢讲，我要用我的想法来改变恁的人生观。但是我知影，若每一摆我徛伫即个讲台，我有一个最要紧的工作。就是用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的人生观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互主的话来改变你的人生的想法？一个毋愿意互上帝的话来改变伊的人生观的人，就亲像人活伫这个世间，是用家己做中心，心中无上帝。若无上帝的人生，人会怎样呢？有人讲会较幸福。有人讲会较自由，也这你感觉怎样？如果咱的人生若无上帝，到底会有无啥物无共款？真侪少年囡仔检在讲，我都会当毋免有遐尼侪规矩，遐尼侪的束缚，我会当自由自在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是，这是人生观，这嘛是人的选择。但是真有可能，咱的生命若无上帝，都亲像天暗啊！你电火若无拍倒，你规个客厅、你的厝内就黑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其实人生观毋免人教，人出世看伊的父母安怎生活。伊就会晓安尼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着耶稣甲咱讲的话。耶稣有讲真侪的话，真宝贝。但是有可能咱一世人听，搁再听，咱感觉迄是一个形容词，还是一个故事，听过就煞。耶稣其中讲一句话，讲人活着，无单单是靠拼。这句话简单来讲，人活的不只是，伊的意思是 more than that， 就是讲比这更较济人。人活的毋是干那为着假称荣华富贵，人活的较超过这的。所以耶稣讲真侪道，包括伊讲，所罗门王极行我的时，所罗门王做国王上车赢的时，荣华富贵的时。耶稣讲，伊所穿的衫，无达得山顶的百合花一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人会当极请赢荣华富贵，人所得的才称荣。其实伫上帝的目睭中看，迄无算做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所听的姊妹，咱听到圣神要帮助咱。对咱的一生祝福的话，你的一生毋是干那今仔日安尼拿定。今仔日，咱活伫心中的情景。保罗讲，现在活的不是我，现当活的无搁再是我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耶稣踮伫我内面的话。现在活着的我，到底怎么样？兄弟姊妹，咱无愿意严肃来想这个问题，但这个问题对咱来讲真重要。今仔出世完全无受过教育，
但是伊来到这个世间，第一个，伊感觉环境无共款，伊就出声哭。人的存在是本性，人的生活甲动物共款，咱对生活有所求有所得，毋免人教，咱拢知。但是主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意思就是讲，你爱想，你要去对，好去好从。愿主今仔日伫礼拜中间开始对咱讲话，耶稣的课堂永远没有结束。这个查经班检差牧师甲咱讲，我要讲50讲，今仔已经讲到第46讲，你要结束。但是耶稣甲你的关系永远无结束，兄弟姊妹，耶稣甲咱的关系永远无结束。咱的人生的功课嘛，永远无结束。就算做咱盖棺论定，人伫这个世间的日子结束，咱的生命永远无结束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安静，咱用祈祷的心，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虽然我未赴参加德伦教会拜六的耶稣的课堂，这个查经班，但主耶稣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每一摆我若祈祷的时，求你对我讲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互恁得到智慧；愿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互恁得到看见。看见伫世间中间，什么是你一生中间上宝贝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教会遮的青少年、青年，因为伊是家庭的宝贝。嘛是上帝的宝贝，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一生，人生只是刚刚开始。愿天父上帝互恁伫将来的人生中间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时刻得到帮助。伫昨昏的查经班的开始，我有甲兄弟姊妹讲一项：如果你的囡仔若要细汉，会记得常常甲伊讲伟大的故事。囡仔出世的时阵，西方的家庭有一个生活习惯，就是囡仔若要困之前，妈妈拢会读一本绘本，讲一个短短的故事，互囡仔带迄个故事进入他的睡梦当中。兄弟姊妹，囡仔还未开始去读册之前，你若甲伊讲，这个世间中间真伟大的人，囡仔虽然似懂非懂，好像就知影，好像毋知影，但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？其实迄是一个足大的祝福，因为这个囡仔还未受到这个世间影响的时，这个囡仔已经受到你的影响。因为你甲伊讲真伟大的人，伊虽然毋知影什么叫做伟大，什么叫做价值，什么叫做生活的意义，什么叫做生活的目标，但是当咱用心甲这个囡仔讲这个生命的故事，伊听到爸爸妈妈讲，捌有一个牧师。伊为着纵远的所在，迄个人无耶稣，所以伊放了一切，伊到迄个艰苦的所在，伫遐传福音，后来嘛死伫迄个所在。这个囡仔开始感觉讲，我的将来甲这个人有甚物种关系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类的历史其实常常拢是伟大的人来影响。也未看见的人的将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干那靠伟人，因为天父上帝对头开始到今仔日，伊不但咧甲咱讲人生的功课，你讲有吗？有。诗篇大笔，伊今仔所写的90篇，整个诗篇是一个真伟大的人，伊生命的觉醒。咱叫做生命的觉醒啦！我是甚物人？我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？诗篇第8篇大笔，伊细汉的时候，因兜是咧雇羊咧饲羊的，所以爱对伊爸爸会交代讲：你甲这阵羊啊，看去山顶，伫山坪的顶悬，互伊伫遐啉水食草，因为路途真远，所以这个囡仔出去的时候爱看。毋是睡袋，一条毯啊，伊就出去。暗时嘛困伫外地，迄个旷野的所在。所以一张真水的诗篇第8篇，
伊伫暗时无爸爸伫伊身边的时，伊倒伫草埔顶悬山坪，伊看到天顶的星，伊写出一句话讲：我看到上帝镜头啊所排列，伊甲一粒一粒的星放伫天顶的所在。我看到你的镜头所排列的日月甲星星。我忽然就问我讲：我是甚物人？我的阿祖的上帝嘛照顾我，我是甚物人？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决心。人会觉醒，敏感的人毋免人讲，伊看到伟大的风景、水的风景，伊心内就有真多的智慧产生。但是人嘛会当通过人甲人的交谈，通过祈祷，通过做礼拜，通过听讲道，将上帝的话亲入脚前的顶路上的光。叫醒咧困的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耶稣要继续讲牧师讲无清楚的道理。耶稣要对你讲，你个人所需要听智慧的话。原来就今仔这个礼拜，咱来斟酌大笔伊宣扬讲，伊虽然讲我看天顶的日月星星，我感觉我家己是一个真渺小，是一个真唔正样的人。我忽然感觉，为什么这么无路用的人，你也疼惜伊？后来到大毕年老的时，伊写了这个90篇。伊讲，人的一生是70岁，永总通到80岁，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夸口这个字，就是确信这个意思。你敢确信？你活的人生到今仔这个岁？已经知影何去何从，兄弟姊妹，你敢真确信？你今仔日所选择的路，你所做的工，甲你将来上帝要带你去的所在，你敢已经确实知影何去何从？所以人一生所夸口的意思，毋是骄傲，伊是讲我找到，我明白，我听到，达得我心内感觉有价值的。这个话的意思是安尼：我找到有价值的事，我欢喜为伊来活；我找到有价值的事，所以我欢喜，甚至用我的性命来教伊交换。所以真出名的齐克果，互人叫做存在主义之父，就是伫20世纪将这个人活的为什么？伊讲了足水。伊讲，人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找到我能够为之生，为之死。人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知影什么是我值得为着伊来活。所以人讲，一个若清清楚楚知影你生活活命的意义的人，什么种的艰苦伊拢活会过。你同意吗？一个人若找到伊的人生真确实、真宝贝的目标、目的甲意义，什么种的艰难，伊拢愿意忍受，因为伊知影，到底我终局的是我一生生之中，对我一生最后的事。兄弟，但用偌济时间来追求咱目前的生活。这生活敢是真正咱一生最后的终局嘛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注定心搭咱的肩胛头，甲咱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看头前，你即摆头壳累累咧看你的骹下，无够，看头前，我要带你看到我甲你无比的好的无比的生命。腓立比书第1章23节，1、2、3。腓立比书1、2、3。保罗讲，耶稣基督所给我的生命好得无比，就算做我今仔日马上死，我嘛无遗憾，因为耶稣所给我的是一个好得无比的生命。亲爱的姊妹，阮今仔日的礼拜。咱每一个人对心内，拢有一种渴望，
主啊，求你带我去得到迄个好的无比的生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知影，存在主义伊讲到三项人生中间最重要的代志。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？我的生命的目标甲目的是什么？一个无方向感、无目标的人，会真困难达成一个目标。所以，少年人上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为着伊人生祈祷了后，找到伊一生中间一条路。伊找到目标了后，一生无换跑道，就是直一生所行的路。所以，人的人生观上重要第一个，就是知影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，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二，你要为着你的人生做一个选择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了生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是一个交换。对少年出世，用健康、用年日来交换正清用。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，用尽所有的钱来纳健康保险。兄弟姊妹，这敢无足荒谬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保险伫上帝手中，恁同意吗？咱的将来伫上帝手中，恁同意吗？这就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上要紧，将咱的生命真敬虔交予主耶稣讲。主啊，我的一生在伫你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带你的囡仔，将一生来交予主。真捌圣经所讲的价值，因为因侪人活伫这个世间所求的荣华富贵，主耶稣讲，迄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所罗门王极项我的事，就是讲极其荣华富贵、极其请赢的事，伊穿的衫嘛无达得亲像野地百合花的一蕊。这句话要安怎解说？每一个生命拢是奇妙。连一蕊花、一只麻雀，因的生命拢是奇妙，不是钱买来，是天地上帝所创造的画面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圣神引带咱。对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你的人生想这项、三项，深深想这三项。我的生命的目的，我的生命的意义，我活伫这个世间，我最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愿天父上帝使用你，互你到一生的路尾70岁、80岁的时，你要甲代表的死会员讲，其中所夸口的，不是劳苦忧愁；其中所夸口的，不是劳苦忧愁；其中所夸口的，就是摇花祝福满满。阿门嘛！主啊，你填满我生命的杯，你用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代表的诗不是90篇做结束，因为伫90篇这个土气，人的一生是70、80，但是最后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，互我会当参透看明我的生命。亲爱兄弟姊妹。愿上帝的手望着恁的心，画伫恁的头壳，互咱每一个人拢真侪有智慧的人，伫咱的一生中间做正确的选择。第一个，我要甲咱做思考：你的一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明不白，不清不楚。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唔知怎样来，人嘛唔知要怎样去，所以人活伫一天过一天，算一天，是吗？人的一生若是安尼，太可笑。兄弟姊妹，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无比的人生，是好的无比。这不是形容词。所以圣经中间伊讲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这嘛不是形容词，这就是价钱甲价值无同款的所在。
人的人生毋是用钱来计算，人的人生是用伊的意义甲伊的价值来计算。今仔圣经讲，人的一生无用刺刺，亲像一个影，无彩工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无爱这种的人生，因为你是一个奇妙的上帝，你互我来到这个世间，绝对毋是干那要互我无用刺刺。阿免嘛，我毋是甘乐，主啊，我的一生毋是干那劳苦着磨，我的一生必然有一项是上帝你要互我甲你同荣光荣耀的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今仔日个圣经。今仔圣经咧讲什么咧？今仔圣经伫即个所在讲，我一生的日子，我一生的日子，亲像一个手掌，如来佛的五掌，毋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人的一生拢伫遮，伊讲我的一生。我要邀请你姊妹用这句话做思考：你活得快乐吗？对你出世到即摆，有啥物伫你人生中间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感觉有价值？圣经讲，伫上帝的面前，人的生命拢亲像看袂到。伊讲亲像无，英语叫做 nothing， 就是啥物拢毋是啦。上帝看1000年，亲像过去的一日。意思是讲，人的生命极其有限。伊讲人甚至徛在是，意思就是讲，伊真有把握的是徛在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真自以为是，伊徛在的时阵，嘛还阁是空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无啥物通夸口。世间人所做一切，亲像一个影，无用刺刺，真正无彩工。每一摆礼拜拢是噩梦的开始。咱互相提醒讲。主啊，你所予我的生命，毋是无彩工，毋是空着磨。因为保罗讲，上帝所为我备办的，是眼睛未曾见，耳朵未曾听，连心里面想都想不透。我目睭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是我的智慧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然后上帝圣神伫我的内面，我就知影，上帝伫我的一生中间有伊的计划。保罗所讲就是讲，一个人的心内若有上帝的圣神，存在主义咧讲的人的觉醒，就是对这开始。无论这个存在主义有真侪人是无神论，但是上帝讲，我创造亚当的时，我将我的活气分伫伊的内底，伊就叫做有灵的人，有灵的活人。咱的内面有圣神，所以咱有良心的觉醒。人对内面有一种的自觉，虽然过去可能无经验过，但是你忽然有一种的感动啊，可能是安尼，迄叫做人的觉醒啊。然后上帝的人，伊就有这种觉醒的智慧。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世间人拢唔知影家己的将来，所以代表伫这个所在讲，人唔知。主啊，我唔知我的将来会怎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正仰望在你上帝。人的一生到底是什么？咱伫教会内底出入、灵修、读圣经、听讲道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得到正确的人生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绝对唔敢甲恁骄傲讲，我讲道。所有的拢是正确的人生观，但是我对伫这间教会头一日，我的想法，我唔敢保证我是一个正确智慧的牧师，但是我一定照我心中的良心，实实在在诚实解说圣经给恁听。主怜悯咱拢是平凡的人。我是草地牧师，恁是草地人，拢平平，咱拢平凡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。草地人无啥物通见效，草地牧师嘛无啥物通见效。兄弟姊妹，无论去到啥物所在，
都市牧师甲草地牧师敬拜，拢是同一个上帝，对无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到大笔的祈祷，然后伊像诗会，伫伊诗会中，伊祈祷了后，阿门的时阵，咱大家拢同齐讲阿门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咧听候什么咧？主啊，我的愿望在伫你，阿门嘛。这就是今仔的兄弟姊妹，咱要离开教会之前，咱爱带着这个祝福进入你的人生。咱也知影，咱的愿望伫上帝手中，咱都无操烦，咱都无看虑，因为咱知，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伊要保守、照顾咱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第一个伫主的面前，咱安尼祈祷讲，为着这个，伫做礼拜中间，咱追求一生做一个基督徒，为着什么？为着伫上帝的话内底得到愿望。恁都一定先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，保罗伫这个所在讲，阮着磨出力，意思是讲我一生的努力，为着什么种的代志？才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，讲为着这件事情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一项事需要清清楚楚。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讲的，就是要怎样互上帝话加做我的愿望，就是今仔这段话的意思。这项事就是上帝所讲的话，耶稣所讲的话，我一生注意、清楚了解、讲好清楚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人的愿望是在于真我的上帝，伊是这个宇宙的上帝，嘛是基督徒的上帝。简单来讲，最后这两句话讲，伊是众人的救主，嘛是咱这阵基督徒，搁较是安尼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主先将这个稳定的杯停予咱，伫每一摆修圣餐的时，咱拢甲主讲：主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担着主你稳定的滋味。每一摆伫圣餐的时阵，拢清楚知影上帝你的领受。伫今仔日，我要甲咱分享三个问题思考。第一，为着你的人生来思考这句话：我的一生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如果今仔日若互你家己写你的一生的回忆录，你伫你的回忆咧记忆的中间，你会安怎写你的一生？我的一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，伫你的生命顶关，伊的镜头啊写伊的心意，写伊的计划，写伊的祝福。愿咱生命这回事，伫上帝手中。上帝用伊的权能，将伊的计划写伫你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一生，我的一生。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愿你会当真心满意足，甲你的囡仔讲：阿爸真欢喜，我感觉我一生是一个满足。阿母真欢喜，上帝予我一生有满足的喜乐。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到咱的一生的路尾，咱拢会通行到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予我伫世间的一生，实在极其精彩无比。主啊，虽然未看得，但是你怎样疼惜我到安尼？求就予咱兄弟姊妹。愿咱将咱的一生交予上帝。人的一生的年日，人的岁数，人手所做的工，无应该是空空。无上帝的人就空空，有上帝的人就要无同款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通过今仔这个礼拜，咱安静思考讲：主啊，我一生中间所肯定的。我一生中间所认捌的，最有价值、最重要的事，所夸口的，所夸口牧师拄则有甲咱解说，这个夸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伊的意思伫原文，夸口这个字叫做 rahab， 伊的字根叫做 rahab，
伊真正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会当确信的。我读了圣经，我伫祈祷中间，我对心内有一种的确定，讲主绝对无辜负我的一生。我的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所讲的话一定照安尼成就。所确信。第二个意思就是值得骄傲的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一生，恁伫人的面前会通有讲起恁的一生的事，喙角全部讲到，因为你感觉你的一生精彩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莫头壳咧咧。咱甲主讲，主过去因为我离开你上远，所以人生检菜。是有是无，好亲就有，又好亲就无。但主我定心都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的生命是一种的肯定，是一种的有意义、有价值。主求你祝福我的生命，直到有一日我去见你的面的时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是为着安尼来活，咱着活出来。是为着安尼，因为咱的愿望在伫真活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存在主义，伊最重要其实就是咧讲，找到家己的人生观啦。哦，重新通过圣经，通过智慧，通过思考，人为着家己的人生做一个选择甲决定，这就是存在主义咧找的目的。人为着家己的人生找到一项伊家己的决定。我是心中的人，我就做心中的代志。咱是心中的人，比咱做啥物代志更较重要，兄弟姊妹。所以自古以来，真侪有智慧的人，拢甲咱讲，咱是心中的人，比咱手所做的工更较重要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互咱活出上帝带咱来到这个世间的时，伊已经甲咱定着。就亲像你的爸爸甲你抱来到这个礼拜堂，甲你讲，我的囝乖乖，踮遮做礼拜坐咧，唔通吵哦。整个礼拜，上帝伫咱的一生做了伊奇妙的事。虽然咱拢无做，但是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看到这个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做真多，互咱感觉赞叹、讶异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为着咱的生命努力来活。存在主义最重要的目的是教人活出自己。当然，伊有伊的限制，这是我第二点要甲咱讲的。当一个人意识到家己的存在时，伊的选择若无正确，伊只有选择家己。所以第二个我要甲咱做伙分享的，就是人当讲到家己的时阵。是存在主义的人，生命中若有家己，若无上帝，到底会怎样？或者我毋是要恐吓咱，你的心内若无上帝会怎样？拄像我已经甲咱讲，有真侪人咧准讲，若无上帝，咱就没有规矩，咱就会当自由自在，咱就会当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就会当更较幸福。兄弟姊妹是安尼吗？一个人心内若无真理，就亲像一支蜡条无中迄支蜡条的心，伊点袂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一个人的存在若有家己，无上帝，伊真容易叫做自以为是的人，伊真容易叫做自私的人，因为伊的世界是用伊家己做中心。全世界有一个国家，伊的名号了作赞，叫做中国。全世界拢用伊做中心啊！这种的国族主义，这种的过去的思想，毋是一定对。一个人来用家己做中心，伊敢真正就会当逐项拢好嘛？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互耶稣对你讲话。一个人若只有家己，其实足可怜，真孤单，
因为你活伫你家己的世界内底。然后上帝的事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所以听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上帝话中间，咱听耶稣讲。昨昏咱伫查经的中间读到约翰福音内底，约翰记载着耶稣所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我是活命的光。我是世间的门，我是羊的牧者。我是真理、活命的道路。”伫遐讲着7项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的葡萄树，恁就是葡萄枝。”耶稣对追求人存在的智慧的人，耶稣讲：“我知道我是谁。”孩子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兄弟姊妹，不是我在问恁讲，孩子，是耶稣在问你讲，你清楚知道你是谁了吗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每一摆就近耶稣的话，咱每一摆拍开圣经咧听耶稣所讲的话，其实就亲像咧反照咱家己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我 ，ego eimi autos。”这是国外主耶稣对外面无行大门对壁转过来。伊的门徒看到耶稣的时，亲像看到鬼，着惊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毋免惊，愿恁平安，是我。”兄弟姊妹，咱的主知影活命是甚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世间的光，我就是活命。无通过我的人，未通到天父上帝迄个所在。所以我是这个生命的门。所以兄弟姊妹。”咱敢知影咱是啥物人？原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知影上帝所讲的话。上帝和保罗晓悟一个真要紧的人的态度，所以保罗甲伊学生讲：凡事拢通，无拢有利益；凡事拢通，无拢造就人。这两个字，咱一读就了解。无一定有，咱所做的工作无一定有利益，真正迄个字翻译做利益。但是，佮另外一个意思，伊的原文叫做 “pharaoh” 这个字的字根。pharaoh 的意思就是讲，将伊摕到定了，就亲像你咧拼图吼。咱的人生就亲像一岁一张图，两张，咱若80岁就有80张的拼图，规个拼图斗起来到底是甚物？无人知。这个字讲有利益的，迄个利益的意思，就是 bring together， 将这个拼图给斗做伙顺。你所做的每一项代志，你看起来好亲像无利益、无价值，但是当上帝将这个代志给放做伙时，你就忽然晓悟讲：主啊，原来你的旨意是安尼。你伫我一生中间每一个阶段拢有你特别的带领。兄弟姊妹，将你这个乱糟糟的人生，将这个你斗袂来的拼图，你该摕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上帝用伊的手甲你斗做伙。保罗所讲的这个有利益的这个字，遮尔水啦。佮另外伊讲，凡事拢通，无拢造就人。这个造就人这个字叫做 oikodomeno 这个字。oikodomeno 这个字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就是房子、屋顶。造就人的意思就是安尼。一间厝若无厝顶，有亲像厝无？这间厝一定要有厝顶，才会当夜风避雨。所以人的生命所做的，有当时要做一半，就是有厝、有壁、有门，但是无厝顶，无拢造就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有圣经的光，上帝的真道，互咱伫伊的帮助的中间，咱无失去信心。心中无上帝的人，伊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信望爱。因为保罗讲，现今所存有信、有仰望、有真爱。无上帝的人，伊就失去了上帝。最后要结束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但一日伫圣餐的中间，你会当做你个人的祈祷。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交伫你的手中。我的一生是在伫上帝，也这试看卖，
将你的一生交予上帝。伫圣餐的时阵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全然将我的一生、我的事业、我的婚姻、我的感情、我的计划、我的欲望，一切的一切，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我摆上我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试看卖，当主将你的性命摕去的时，主会甲你看手，伊会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施行伊的计划甲伊的祝福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的愿望在伫你的手中。像这你愿意安尼试看卖嘛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。主，我的愿望拢是在地永远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将咱的生命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通过听讲道，通过你的回应，伫赞美领圣餐的时阵，你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请你来，你来主持这个圣餐，毋是牧师来主持这个圣餐，主耶稣，请你来。填满我生命的杯，填满我生命的杯。伫耶稣的手中找到你家己，所以保罗讲：当我的我，无搁再是过去的我。当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像这你若感觉你的家庭乱糟糟，你若感觉，伫你的人生中间有你做不来的事，是你的机会的事情，越要懂得祷告，好吗？你既然也做不来啊，莫计较。愈是咱做不来的事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承认主，这是我做不来的事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将我的囡仔。将我的婚姻，将我的事业，将我的将来，将我的所有的心思意念，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主耶稣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赏赐予我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诚的主耶稣，伫你的圣殿，阮找到你，活命的主耶和华，阮的上帝。愿伫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阮同心的兄弟姊妹，阮同心合意，伫你的圣殿来讲，主啊，阮的一切愿望是在伫你。主啊，求你对阮讲话，填满阮生命的杯，互阮得到把助。阮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
咱来吟圣诗，准备圣餐，圣诗215首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角来守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，我要入去就近因，来甲因食，因也要甲我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，甲恁三角伫地所听兄弟姊妹注意来听。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捌传授互恁。就是主耶稣基督受要迄暝，有8饼照写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逐摆恁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照着你的教示，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，恳求你的神降临伫会中，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，互这个圣餐毋是空空的杯、白白的饼，乃是主耶稣你活命甲你的宝血。我们奉你的圣名来祝福这个饼甲葡萄汁，你圣别伊，诚做你家己的活命，诚做圣神的活水江河，伫阮中间来互阮的性命得到保障。阮将这个饼甲葡萄汁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甲阮同在，我要用安尼来纪念你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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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
英宏长老甲邱吉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这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。亲爱的，这咱用敬虔的心，安静准备来领受主耶稣基督伊的身躯。主耶稣讲，这个饼代表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主耶稣，阮虽然袂肯定，但是你疼惜阮，甚至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阮。主耶稣，虽然阮袂肯定，但是阮要伸出手，恭敬来领受，因为阮的生命需要你。主耶稣，阮要伸出双手来领受你的活命。主，阮无爱阮的生命是空空的杯。主耶稣，阮伸出双手来领受你甲阮陪伴天顶的美牛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阮伸出阮的手，用阮的心来领受。主，请你来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亲爱的，这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？主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你得用安尼来纪念我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来请英宏长老甲忠胜长老来旁杯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新约的杯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。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伊的会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
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？咱做伙，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用安尼纪念我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食做阮灵魂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疼惜阮，也互阮知影，阮就是耶稣基督身躯的肢体，就是受你祝福忠实的圣徒。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，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摆咧阮家己互你的事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你的慈悲来帮助阮，互阮通持守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以后通荣光你的性命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命求，阿门。咱准备心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主耶稣的疼。
请坐。平安礼，请郑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今仔日有真特别的人客来做礼拜，毋是人客，是咱的兄弟姊妹。因是永福教会的会友，但是因搬来伫路口厝咱遮吼。偌丽兰姊妹甲伊的先生，咱欢迎因甲咱做礼拜吼。耶稣听你，请坐。耶稣听你，请坐。阁有守正甲启恩吗？哦，足热吼，咱欢迎因对加拿大倒来吼，咱加拿大，请伊站起来吼。阁有守后壁是俊雅甲伊朋友吗？哦，咱先甲守正因欢迎吼，甲启恩因，咱欢迎因倒来吼。俊雅，你要介绍你的朋友互阮熟悉吗？雨杰，真欢迎你来吼，很欢迎，足欢迎你来吼。第一摆来是人客吼，第二摆就是家己的人吼，所以伫主的家庭的内底，无论咱去到啥物所在，上帝教会拢是咱属灵的家庭吼。耶稣听咱大家，耶稣听咱下面咱来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，咱来甲咱伫直播顶悬的兄弟姊妹来请安，愿主耶稣基督会听，甲咱三个弟弟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你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，愿耶稣会听真做你的祝福。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进入光明国度，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真孝念阮所听的刘老师，阮恳求主你伫阮念这条诗歌的时，愿主你施恩赐福。伊是教会尽忠的长老，是你所宝贝听堂行志。主，阮为着刘老师来恳求主你保守。互伊的身躯活力、健康、平安、喜乐，对你临到伫伊的内底。所以嘛，为着伫网络顶悬真侪，阮无法度一一提名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会听通过阮所念的诗歌，你圣神就叫你的恩典进入伊的厝内。所以，阮特别为着阮教会年长的士大人、长辈来祈祷，主你的平安，甲因三个弟弟，互年长的阮的兄弟姊妹，阮的生命无因为身躯的衰烂来脱开，反倒当因为上帝你的怜悯甲你的恩典充满而乐，阮的日子怎样，力量也怎样。主当阮讲愿你平安的事，主耶稣愿你的听进入阮的生命中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即礼拜生日的人，咱请恁来头前，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。
或者咱做伙来为着即礼拜生日无伫咱中间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安为着玉如，为着雅爱，为着怡珍，为着张欣，为着恩智，为着才华，为着安娜，为着就像这顺牛，为着瑞达，为着金凤姐，为着重庆，为着上文兄。主安将这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施恩赐福，特别求你照顾张成这顺牛，互伊会恢复身躯的健康，有上帝你加倍的祝福，特别伫伊生日的中间，主你用油抹伫伊的头壳顶，互伊的福杯满溢。主安伫你的面前，恭恭敬敬安尼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施恩赐福，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美惠，傅美惠姐，你她都有看到你。美惠姐，你来头前牧师，伊的即个开心农场吼，要搁再开放采迄个采摘啦吼，咱来为着伊祈祷吼。牧师在找时间去你的果园吼，咱做伙为着咱的姊妹伊的辛苦的果园，要开放人去做采摘吼，咱来祈祷。选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你的查某囝伊所着外的事，主求你施恩赐福，互伊手所做的工，通得到上帝你的恩典。主照顾伊，互伊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加做恩典的记号，互人知影伊是你宝贝的查某囝。主安将伊的果子园，将伊的生活，将伊的灵魂体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施恩赐福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耶稣爱你。咱陈牧师要报告，报告了是怎做奖学金的好办法哈。好来，请陈牧师来报告哈。麦克风。喂，两位兄弟大家平安。迄个美惠节的开心农场的溜丁吼，真好食哦。可能旧年我食上济啦，所以我必须爱甲宣传一下吼，很好吃，还是良心栽培吼。咱若有想要去采摘，当甲伊联络。好，两位兄弟过来，我要报告的拢是足好的消息吼。咱11月教会这期是感恩节，感恩节咱教会伫11月26要来举行吼。迄日有美工教会掠一只大猪吼，要来烤大猪吼，我足烦恼的吼，因为咱的教会逐4月拢种花，伊毋知要伫倒烤，烤落去我遐花就惨啊！不过嘛是真欢喜啦吼伊要甲咱做伙庆祝，要做伙烤那迄只大猪啦吼，当然毋是咱烤的啦，迄有专人来烤。请恁邀请恁的亲人朋友吼，咱做伙来享受迄只大猪吼。过来我报告是圣诞节，圣诞节嘛到啊吼。咱圣诞节今年最主要的，咱无圣诞市集，因为咱要甲阿嬷的故事吼演完吼。阿嬷的故事第3出，吼第3出了才有完结篇吼。第3出今年阿嬷的故事要由青少期甲主日学吼担当。阿嬷游玩迄个阿嬷啦吼，所以阿嬷无变咱要请主日学甲青少期甲因的家长做伙来参加吼。咱有一寡。迄个设计啦吼，包括有一寡，我等下去甲遐较大汉的讨论了，会陆续甲咱大家报告。等一下吼，迄个圣诞节的排演应该开始啊，今年今仔日已经是11月第1礼拜啊吼。迄个玉明哥哥会召集一寡人甲恁讲，所以青少期等一下莫离开吼，大家伫遮集合。等一下要阁邀请迄个爱餐的姊妹吼，甲园游会要参加吼，
咱礼拜了，马上吼用5分钟就当讨论完毕吼。所以咱等者莫离开礼拜了，咱马上咱们遐坐吼。哎了，阿成甲志宪马上围个圆圈吼，请迄个爱餐的同工，甲要参加园游会的遐团契吼，伫遐集合。而且华姐，你对，你要甲剧本摕转来互阿嬷吼。你即马无？规出的啦，剧本。你即马要走啊？好，你慢慢行出，我等下对出甲剧本摕互你。啊，无你为啥徛？嘿，好啊，报告以上，麻烦等者咱马上伫遐自进吼。咱今年圣诞节非常的温馨好玩，有真侪新的节目，请恁吼。咱虽然无圣诞市集，但是请恁尽量邀请朋友来参加，保证恁满意吼，保证恁满意。报告以上。下面咱来颁发尤纳春技术的纪念奖学金哈。咱先来请国小善智、程轩、以琪、雅哲哈。善智、程轩、以琪、雅哲。善智、腾讯，以及无来妈妈得到替亚子吼，咱来祈祷吼，咱来祈祷。主将世间交伫你的手中，感谢你，互因伫即学期有够野的认真。阮要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因，将来会当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跟所献命，阿门。好，耶稣爱你们，吼。过来，请以恩，填对了，啊，牧师回啊，填唔对人，金额是同款哈。以恩跟齐轩，耶稣你很棒，加油啊！好了，来，咱来祈祷，牧师给你听。主啊，有着齐轩，有着以恩祈祷，主你祝福因，互因灵魂体都健康。主享受因地位的心，互因在成长的过程点管有上帝你圣灵的同在，互因有好的品格，有好的属天属地的智慧。我伫你面前祈祷，可说性命，阿门，加油！来，请惠安、以义、硕恩、千亿。齐轩，你来代替姐姐，惠安妈妈，以义妈，硕恩，慧婷，你来替迄个硕恩，你条美秀，千亿，互你听。来，咱来为着这个囡仔祈祷哈，你们请坐。祝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你手上美丽的记号。祝因的努力，求天父上帝甲因肯定，也求天父上帝互因用敬畏的心分别为圣，将因的课程当作人生的工作，献给上帝。将来真侪有智慧、佮有品格的囡仔，愿将这世界交伫你的手，祈祷可所性命，阿门。咱来请云心、以荣、以乐、启恩，这种大学的囡仔吼，所以妈妈转交哈，下礼拜都会来哈，等一下，以荣，你代表全部，你徛人家，咱来祈祷，祝我们看到孩子成长，我的心有真深的感谢。祝每一个囡仔，我甲你讨的，毋是干那有好的成绩，我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享受因
对上帝有敬畏的心，因的一生会当分别做成，互上帝你来使用。我俩毋望因会当真侪，亲像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共款，真侪一代搁一代，伫教会侍奉，伫上帝你的圣工的顶悬有好的传承。完将世囝将来的人生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接纳因的努力，我来祈祷我所性命，阿门。好，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这是我的报告。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主日礼拜日暗时早时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课礼拜日下晡1点伫教育馆，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，线顶线上祷告会。圣工服侍后礼拜四会，房管执事领诗，陈忠生长老，司琴刘玉明神师，司宪张世昌乌素基执事，爱参李淑贞姊妹。新眼光读经表，请咱照顺序家己看。具体交通。第二，主日礼拜后有中集会，请中集出席。下晡2点，二林区会伫丰原教会，牧师甲代议长老出席。第三，喜乐保养院伫11月11日，顶埔伫二林高中举办“让爱走动嘉年华会”，请各团契赞助适当义卖材料费，由教会支出，欢迎报名。第四，圣诞节洗礼。刘玉明、刘玉成、陈志宪、陈云新、刘以乐、刘以义、何以龙、沈千义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若有出入则过价欢迎。大道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为身体欠安，洪玉芝、钟岩、詹达、庄仁聚、王宏仁。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。第四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。富林一集德克达雅。咱即时做伙起立吟上映的诗歌511首，吟诗煞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避讳。